好多謝大家即係今日嘅出席啦，係啦。咁爸爸咧，佢今年都係啦，接近70歲，即係68歲㗎啦。咁佢係我喺澳洲翻嚟香港之後嘅第一個福音果子，咁所以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啦。同埋即係冇諗過嚟到今日見到爸爸洗禮係好驚喜嘅一件事，因為帶屋企人信主真係好挑戰。但係我發現，因為我哋相信嘅上帝，佢真係有聖靈感動自己每一步點樣做，只要聽上帝話咧，咁就見到呢一日啦。咁係咯，好感動，爸爸即係有大家嘅禱告守望，咁我都想爸爸分享幾句。多謝大家同我祈禱，祝福你嘅生禮，祝福我自己嘅生禮，同埋好開心見到大家。雖然細個咧，你見佢咧係聞住個氧氣啊，即係話講幾句説話，你哋聽唔聽到啊？聽到啊！真係好感謝主，因為都知道細個咧係出咗院冇幾耐嘅，係咪？咁啊，佢今日咧其實個心咧係好記掛住，希望咧翻到教會嚟到去公開，嚟到去接受洗禮，所以我哋咧今日咧係非常嘅感恩㗎嚇，亦都。現在咧喺開始洗禮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問世伯一條個問題啦。世伯，張如燕弟兄，你係咪願意接受耶穌做救主啊？係。大家都聽得好清楚啊，佢係願意接受呢個救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現在我就奉聖父、聖子以及聖靈嘅名，為你哋到施洗，阿門。我哋一齊為世伯有個祈禱啊，好唔好啊？親愛嘅天父，我哋都係你地上嘅仔女，所以我哋好想去讚美你，讚美主，因為你有奇妙嘅作為。特別喺張如燕弟兄嘅身上，你係彰顯無遺。我哋要哈利路亞讚美主，天父感謝你。你曾經講過，壓傷嘅蘆葦你不折斷。主啊，多謝你。雖然張世伯身體有軟弱，但係你一樣眷顧佢、保守佢、看顧佢。亦都咧今日能夠達成你嘅心願。在上帝同埋眾人嘅面前舉行呢個嘅灑水禮，公開佢嘅信仰，亦都咧表白佢自己接受耶穌做救主嘅心願。我哋再一次獻上感恩，求你喺往後日子當中繼續加能賜力俾世伯，讓佢身心靈都健壯，看顧佢同埋佢嘅家人，讓我哋知道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哋獻上感恩，奉耶穌名求。